2026年7月26日每日靈修，時刻思想主的話，滋潤我們的生命。623生活啟示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，總要晝夜思想，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順利。約書亞記1章8節。小故事：人一生中最不耐煩的可能是在車站等車了，那份焦急乏味的等待實在讓人難受。站台上的人都側着身子目不轉睛的盯着火車來到。這時我媽媽自言自語，但又像是對我說，很快就來了，如果有人此時走開，恐怕就晚了。想要上車，必須在站台上警醒等候。一個基督徒等候耶穌再來，一個奮鬥者等待成功達到目標，也都是這樣。我呆住了，我為媽媽的發現而驚奇。活了半輩子的媽媽根本不懂什麼哲學，但她能從這平凡的事上悟出如此深刻的真理，真使我激動了好陣子。默想，等候的過程也許是苦澀的，但其結果卻是香甜的。許多事情也是這樣，苦盡甘來。你能否也從生活中許多的事上想到神的話語而得到神的啟示呢？這樣，你的生活就會輕鬆愉快，不再煩躁埋怨了。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你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我們要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在生活中晝夜思想，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，也因着你的話給予我們啟示和力量，使我們從焦慮、煩躁和不安中得到平靜歡愉的心情，使我們手所做的事也平穩順利，讓我們的生命見證你的榮美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